收看台视群星会，因为咱今仔日是初三嘛，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，初三初三就是要做好梦的这个日子。今仔日是什么恰高日啊？恰高日听讲是安怎？刚刚讲今天最好诸事不宜做太多啦，就是讲上好伫踮厝里上好拍麻雀啦，还是讲食春的菜啦。哦，唔好出门就对了。上好卖出去，其实这我觉得也有点借口啦。你当然啊，你初一早、初二早，你就都无困饱嘛。初三困到饱就是找一个借口，说咱今天莫出去，咱好好困一下安尼。其实我觉得恰高是赤狗日，不一定是健康。什么今仔个什么是老鼠娶亲的日子啊？老鼠娶亲甲困到饱敢有啥关系？奇怪哈！尼讲话讲了伤济无？已经等甲袂赴啊了。来啦，沈文成，欢迎。千寸的快，才会小食。无论是风台天，也是落雨天，每早起坐着火车，伙人来服务，欣赏来唱出着甘美的歌声。平时拢穿的厝边，紧紧的市平是繁华的城市，看一遍看一遍，真正有趣味。无意中火车已经跑到几十里。火车是不是开在戈壁大沙漠啊？哦，怎么都是灰尘？那么多毛啊！哇，还跑到你的嘴巴里面去了。哦，毛怎么会跑到女生嘴巴里面去了？命理大师讲啊，明年是那种你们的年。同治年，越娘越红，越娘越红，这样就对了，哎，对吧？讨厌呐！哎呦，很娘们儿。我准备，他那个教我，他是放乌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已经准备松鼠了。松鼠？那你觉得你建议我要放什么？你白比心。白比心，追钩吧！哎，怎么高兴成这个样子？讲，你也会给观众拜年哦。今日初三啦，初三给各位亲爱的朋友拜年你嘞哈。对啦，今年是狗年啊，大家旺！旺一整年，旺要永远。我们国家也是会旺，对，越来越旺。狗咬狗啊。狗咬狗是旺，也是旺。不开玩笑的啦。记住原住民还有没有什么过年的方法？原住民我们会做什么？你们都吃那个年糕对不？地粿啊，吹地粿。阮嘛有哦，但是阮的地粿跟恁无同。我们是用小米，你们是用糯米嘛？对。我们是用小米。小米呢，跟哥哥嘞。小米是做成米酒吗？哎，就是跟米酒。小米酒那个。米酒也要酿，之前要先酿好，然后那个小米再做那个阿拜，我们叫阿拜，这样的是年糕。我们的阿拜呢，里面包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年糕一定做拜阿拜。不是，我们的那个原住民的话，阿拜就是那个年糕的意思。可是吃起来差不多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小姐叫阿爸拜。阿爸拜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年糕就是阿拜包好要吹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就端出来，我们就放在地上，用那个月桃叶子捏头，你知道吧？一出一出开满月桃花，那个月桃花的那个是很直很长，那个月桃在我们原住民来讲是很好用的，我们可以编草席，编那个竹篓都不会拿。嘿呀，那样，真的很好用。这么多功能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
阿拜啦，小米酒，他们猎到的那个山猪肉啊，还有山猪肉香肠，我们也有香肠哦。哦，哎，山猪肉做的用山猪肉做香肠，那个山猪的大肠，哦，哎呀，人鲜美味。我跟你讲啊，拢吃吧哦。吼，山猪肉不是丁丁，啊，用迄做迄个香肠，敢会丁丁？哎呦，那个也是人可以打人，那个是凶器耶。哎呦，要管制。啊，你是不要食啦，喙齿哪个办？我甲煮嘞啦。我爱煮用吹的对啦。哦，人间美味。Oh my god！ 你不好去啊！山上去吃看看。下次我们跟你去台东玩嘛。好啊，好不好？但是千万不要选过年呐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过年，我们那条南回公路变成停车场。哎了解，对，人很多啦。对，因为每个人都，自从我唱那个来去台东以后，我们台东的观光业成长3倍。当年哦，哎呦，然后台东当年就把我称作沈文成年，沈文成年哦，哇，有影这个超大哟！我只有抓我黑白讲，我主林，哦，哎，过年期间我对，将来唱一条歌曲啦，来唱一条我那轻松的，轻松的，哎啦，哎呦，妞妞哦，妞妞哦，真一见钟情，哎呦，好，从前来写塞，约会讲来，轻声细细讲情话，趣味啥人知？阮心爱的人，实在真趣味，感情细爱交深见，无爱倒转去。约会心头定，小伊看电影，双人做阵是加行，黑暗阮不惊。阮会安那搭哟，实在有情义，不管是去交深见，继续过来去，继续过来去。继续过来去，继续过来去。啊，你讲国内有啥物过年时阵有啥物头好去的？哦，你去佚佗啦。你若讲台东的景点很多，哎，啊，其实我若过年哦，去啥物所在徛伫遐吼，半点钟遐就变风景区啊啦。是安怎讲咧？哎，人都拢 call 我来啊，吼，啊，搁伫遐签名，啊，都啊，人会点歌，也是叫我猜啊，啊，叫好。然后连面咧，因为那个摊贩啊，迄个看到人济所在就去啊，好，我紧就去了。哦，搁一个搁爆炸的安尼吼，枪打啦，啊，卖乌链的啦，个物啊个拖无你毋知沈文成即款是台东，你也定定转去啊，对啊，振兴啊，台东的宝啦，台东观光。我会 ，I do，I do，我很乐意。所以今年这在台东过年期间看得到你就对了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哈，吧？应该就是因为我已经躲了好几年。躲不了一次，我已经躲了，今天是初3了嘛。啊，是啊，我已经躲了3天了。所以年初4还是可以看到你啦。应该是年初4大概超初初5啦啦，初5啦出去，你就出来见人了，出来见人了，接客啦，接客一下，因为你嘛是咱台东之宝嘛。其实咱台东吼，我讲日本温泉还世界有名。哦，赞呢。日本温泉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出入牧场，伊啊古年拢很贱的。出入牧场。出入很贱的呢，就是牛奶，哎，马上哦，就不要点卡行啊那样，对，这样子牛奶，你这个会不会挤嘛？你挤过没有？我挤过羊的比较小啊，那是这样子挤的。你不要挤到公的呢。
知道功德会样子怎样？很像，可是挤出来的乳汁不一样。没有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功德那个挤出来还可以美容养颜呢。只要功德你用当啦，公牛总要研究你有个嘞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到关山呐，关山那个关山清水公园骑脚车，尤其是过年哦，这几天哦，都是那个油菜花哈开了，哇，一片黄色的花海。我告诉耶，油菜花，哎啊，如果你喜欢看那个海景啊，你可以走那个海岸公路啊，沿路从那个富冈就是那个南宁的富冈是渔港啊，哦，渔港下海产，富冈渔港，哎，然后呢就是走到那个小有的石梯坪，然后再过来就是那个三仙台。三仙台啊，11山三仙台三仙台是要是什么？三仙台它就是海上有3座山岛啦，一个山好像山啊，现在中间有做一个跨海大桥，啊，你可以慢慢走过去，尤其是呢，你一定要错过就是到那个海边哦，它有一些很漂亮那个石头，贝壳。你如果运气好的话呢，说不定你就会捡到一个蓝宝石。哇，危海边啊，见见哎，很多啊，真的。无怪哦，我想我顺哥那走到台东去。哎，我们台东海岸山脉是宝山呐，对，你入宝山绝对不会空手而回。来，所以先来几条歌。哎，这条歌哈啊，刚刚讲到我们的那个故乡台东啊，台东以前就叫做鳌山嘛。哦。啊，所以吼，今嘛过年就招大家来去阮鳌山佚佗，来去鳌山，好来哦。伊拉莫巴了，伊拉巴拉啊。就住在他妈一个地，大南桥边数八羊直奔再过去，还有空欢迎大家来玩。哦嗨呀，哦嗨耶呀，哦嗨呀，那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请你吃槟榔，喝点小啤酒呀，哦嗨呀。西温泉吃油干，有空欢迎大家来玩。哦哎呀，哦哎呀，哦哎呀，那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请你吃槟榔，喝点小啤酒呀，哦嗨呀。
具呀，抬上来一下。Oh my god， 这个小时候我们常常在玩，高不高兴？高兴啊！今天为了你特别准备的呢。全部要让我打包带回去。不行不行，那个有你赢了就可以打包了。啊，是啊，你赢的话，我唱的这么辛苦。来，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过年小朋友哈最喜欢的。这也是。这进入高渣逼啦。头看买啊，头看买，来，你们只要投者。哎呀，在投啊。钱先给我。等你啦，等你落去算啦。要投哈。来，你投看什么人？来，这个，来，吹喇叭。吹喇叭。来，大牛也来一个。来投一个。来，我来看看我是什么。你那个是什么？来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好，那是啥？哎。哦，贴纸啦。哦，贴纸哦。贴纸而已啦。贴纸而已吗？贴纸的意思就是明谢惠顾哦，不是里面啊，明谢惠顾换你。那我抽你下面这个睡觉这个。你干嘛抽我下面？这下面这个人在睡觉的啦。你们两个有东西哦，有东西哦。哦，小朋友最喜欢小女生呐。哎呦，难怪。抽一个，我抽一个。他这女生最喜欢的，来，讨厌。边你刚好。我想贴纸是最烂的。你为什么都要戳旁边？我是个蛋。玻璃珠了，哎呀，好彩色的呢。啊，这个我送给你儿子。我们里面他最 lucky 耶。哎，对，彩色的，彩色领先。这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。宝珠呢？小朋友，来再来一个，你最喜欢吃哪一种？我从小喜欢吃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最喜欢吃王哥柳哥。哦，哎呦，哎，这是软糖嘛？这嘛是用 Q 的呢。但是这王哥柳哥刚才有小可改良过哈，咱古早刚才不是安尼吼。就小可有港味啦。这个还在给他我跟你讲，我以前都觉得说，老板一定是把大奖都拿走，因为我永远都抽到小的。王哥是大的一块。我们小时候有抽，我有在抽那种现金的，你拿不？你看吧。柳哥也是小，所以帮我剥了，我没有指甲。那你有没有 lucky？我看这看得到大小吗？啊，你也是柳哥啦。啊，我是柳哥。柳哥。哇，可以吃一个啦。先你夹鸡丁，这个也是。啊，这有杠美丽谁好心？等一下，我先抽一个这个啦，我也很喜欢吃这个绿豆。这个好吃。绿豆糕。哦，这个很棒。绿豆糕，吹泡泡。就是把它转开。哦，对了，小孩子现在小朋友也是最喜欢吹那种太空气。现在都随便都买。好棒哦！喂，疼啊，两名我被我夹了。你要把我绿豆糕吹的都是泡沫。哎，出来了，吹出来了。哦，好棒哦！再来，加油 ，baby！叶姐吹的时候也很有味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拆线哦，你看，好美，你看嘴型，你看。这个苹果光打下去真美啊！哎呦，叶姐今年忘了。哦，最大就是他，啊，最会吹的就是他。嘿，我们的叶姐真会吹呀，真呀，吹会吹。会吹呀，他现在一直吹。这吹不停，现在还一直吹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哎，怎么都到现在还不会破掉呢？哎，吹出新的来了！哎，还不要哟！阿威，来，你就这样唱歌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就这样唱个过年歌。年初三了。来，谢谢。旋灯彩，炮竹响连天，去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，去个隆咚锵咚锵，炮竹响连天。小妹过年真高兴，欢声喜气传喜音，从头就到大好，上街去拜年，去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，去个隆咚锵咚锵，上街去拜年。恭喜你呀！
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！